希望大家都要比較開心啲啊、醒目咁嘅氣氛出嚟嘅。設計情報就可以提供到呢一個概念，亦都可以將我哋嘅構思實現到出嚟咯。裝修一間補習社要有好多嘢要照顧㗎，因為有好多條例要兼顧，咁先可以確保小朋友嘅安全。所以一個專業同對商鋪設計熟悉嘅設計師就最重要啦。老闆娘又係喺邊度認識我哋設計情報嘅呢？其實我係好隨意咁喺網上邊嗰度搜集翻呢啲資料，咁就見到有啲喺網上面啲討論區就講話，譬如設計情報啲口碑都幾好，咁所以就諗住試下咯。因為今次呢個係我哋第3個鋪嚟㗎啦，已經咁就以往嘅經驗都係會去揾一啲師傅啦，咁佢哋就可能只係注重手工，咁就喺設計啊或者係點樣去帶出啲概念啊，咁嗰邊就俾唔到意見我哋嘅。咁同埋就係因為每一樣嘢都要我哋自己跟進翻，咁就比較花時間。咁所以今次我哋就希望可以節省啲時間啦，同埋希望揾到一間公司可以提供一啲一站式嘅服務。咁即係由設計概念啊，同埋係之後嘅跟進嘅，都可以一次過幫我哋解決晒咯。咁所以我哋就覺得會決定去揾一間可以做到提供到一站式服務嘅公司咯。老闆話其實冇特別俾好多意見俾設計師，只係希望可以色彩繽紛一啲，等小朋友可以感覺活潑啲，唔會咁沉悶，就由設計師全盤負責啦。希望大家都要比較開心啲啊，即係好似好醒目咁嘅氣氛出嚟嘅。設計情報就可以提供到呢一個概念，亦都可以將我哋嘅構思即係實現到出嚟咯，比我哋想象中仲好嘅。過程中都有少少難處嘅，因為我哋始終嗰個空間有限啦，咁就有好多嘢我哋都想即係做到，咁變咗喺個空間嗰度運用方面，我哋就覺得佢可以提供到好多好有用嘅設計俾我哋咯，咁就真係好可以用盡晒我哋呢個鋪頭嘅每一寸地方。小朋友喺補習社温書咧，通常都要逗留好長嘅時間㗎，但係温書温得耐咧，隻眼又會好攰喎。望下呢幅咁綠油油嘅牆，就成個人都醒神晒啦，温書都入腦啲啊！設計師非常之細心，除咗識得用綠色做牆身，令小朋友雙眼可以放鬆啲，仲特登為佢哋整咗一個洗手盆，等學完畫班嘅小朋友可以喺度洗手。由於呢間鋪有一個樓梯位，設計師就特登用咗下面嘅位置作為儲物用途，非常之實用。而成間補習社就以呢個七彩繽紛嘅櫃作點綴，的確係可以令到小朋友精神一振啊！成個設計都咁細心，老闆最中意又係邊一個部分呢？我幾中意嗰個顏色㗎，即係譬如好似咧呢一欄櫃嗰陣時咧，嗰個七彩繽紛嘅顏色咧，係帶到一個好開心、好開朗嘅感覺。而呢個就係比我哋想象中想要嘅概念咧，就更加突出嘅。連呢度嘅用家、老闆娘嘅學生都讚㗎。小朋友一入到嚟就覺得顏色好繽紛、好開心咁樣咯。咁變咗佢哋唔會覺得係嚟呢度上堂會沉悶咯。設計個構思真係幫到手。希望譬如可以申請做一個教署即係註冊登記嗰方面。咁我哋呢方面冇乜經驗嘅，咁就變咗佢呢一方面就可以提供咗好多寶貴嘅意見啦。例如消防設備啊，嗰個台凳嘅高度同一個課室嘅大細嘅限制啊嗰方面，咁 Fika 呢方面就提供咗好多意見俾我哋咯，咁咯。咁呢個我哋覺得係最有價值㗎咯。幾有趣啊，幾得意啊！咁就都幾新鮮嘅咁咯，因為好少會做埋造型咁樣去影相，過程幾開心啊！我哋一定會首先考慮翻，再揾翻設計情報嘅。最主要嘅咧，其實唔單止係個設計嘅過程啦，係佢個跟進嘅服務。譬如我哋有陣時有啲小問題咧，有幾次我哋個冷氣都出現即係好似漏雪種啊唔亮咁嘅情況，咁你哋都好快揾到師傅嚟跟進。咁我哋覺得你哋之後好似話售後服務都好好，咁我哋覺得都係可以即係幫
幫下手推介翻俾即係其他覺得即係想揾呢一類寵物公司即係設計公司嘅朋友咯。咁就覺得啊，都不妨做一個咁嘅推介啦，咁樣樣。